昨天我的视频标题是“百善孝为先”，并且顺便说了一下老挝人对父母生病卧床，他们亲自照顾这种孝心。大部分粉丝朋友都表示赞赏，竟然有一个网友给我发来私信，说反对我的这种孝道思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视频来聊一聊，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今天早上跑步回来，在众多的私信中，其中有一个人的私信让我觉得非常意外。在这里，我把他的私信内容给大家念一下。正在我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他又给我发来2条私信，我一字不漏的把他的私信跟我的回复都念给大家听一下吧。所有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，也可以发表你们的评论。他给我的第一条私信是赞成你的教育观念，第二条私信是不赞成你的孝道观念，要提倡平等双向的爱，父母爱子女，子女爱父母，不要提倡愚昧的等级专制的孝道。我给他回复是，你知道老挝的父母是如何对待孩子的吗？我还没有介绍，他们给孩子足够的自由，足够的尊重，不能看到一颗星，你就以为看到整片天空了。在我这条回复之后，他又给我发来2条信息。第一条是，总之不要再去喊什么孝道。第二条是，万恶孝为首。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自己有没有父母长辈，自己有没有儿女，是不是把万恶孝为首挂在他家的大厅里。在这里我就不多做评论了，相信听到他这句话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判断。在这里我们就来聊一聊老挝的父母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的。这一点对来老挝找老婆的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就是如果你能抓住他女儿的心，他们的父母基本是不会干涉什么的，什么都会听他女儿的。老挝人跟自己的孩子聊天，基本不会说你这个词，也不会喊孩子的名字，他们都是会说路路，就是孩子的意思。他们说自己也不会说我，他们都是说咩或者是坡。他们会经常征求孩子的意见，经常会说路去到底，路要熬到底，路妈到底，路了熬咩但在路。像我干姐刚刚出生这个不到1个月的小孙子，他的父母，他的爷爷奶奶开口闭口都是爱爱。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，老挝话爱是哥哥的意思，但是在老挝有很多老挝人会喊自己的儿子是爱。来过老挝的人都知道，老挝一般小孩15、16岁就谈恋爱了，父母一般都只是问问情况，都不会过度干涉的。甚至有很多家长在男孩子15、16岁还坐在家里玩游戏，他们就会跟小孩开玩笑说呀你进来没，路欧贝林少白。老挝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恋爱，只要男女双方同意了，父母的干涉会很少。不管男孩子多穷，只要女孩子喜欢，家里父母一般都不会说什么。这一点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我是理解非常深的。因为我父母生了我、我哥哥、我姐姐3个小孩，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我们的婚事、工作、生意什么父母都不干涉。我姐姐是16岁就跟我姐夫在一起，到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对彩礼都没有什么概念。我们父母对我们的事情从来不干涉。我们3姊妹当中最大的快50了，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对父母回过嘴，包括我老婆现在到我家也有20年了，从来没有跟我妈妈红过脸，没有回过一句嘴。就像这个网友给我私信一样，他说父母爱子女，子女爱父母，这种爱是平等的、双向的。我认为说的没错，但他最后那句万恶孝为首，我真的只能说佩服他。我觉得只要是一个人，
都很难有人能达到他这种境界的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的老挝语口语。怎么样？เป็นแนวไหน？随便。ตามใจ。你从哪里来？เจ้ามาแต่ไส？礼物ของขวัญ。尊重นับถือ。互相尊重นับถือกัน。儿女尊重父母，父母体谅儿女。ลูกหลานนับถือพ่อแม่，พ่อแ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ลู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下期见。